各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咧》，我是钟意权阿权妹。今日阿权妹同欢喜，怎么解呢？因为今日要变做亲友喜节。今日节目当中，要同大家来小介一个艺术家，一个艺术家佢请主要请专门的系啲下台诗，韩国要小介一个艺术家爱同欢喜，係因為佢同我係共享，韓國同我共享係伊個同獎嘅細阿妹嘅，即係講細細個來分享佢係親友喜節咧，伊個後生嘅細阿妹哦，分享家屬分享。大家好，我是温迪谢家秀车家秀，我是来自苗栗县的客家人。今晡日同歡喜來到福喜來咧，老大家鄉下打嘴鼓。哇！家客嘅團客家話講到東好，真多副卡有準備動叫，對不對？有啦，有啦。係同爸爸練習。有。哦，所以家屬係苗栗頭部嘅客家人。頭部嘅。從細到大就到苗栗。係。一直到太後將離開苗栗，從冇。係啊。所以今日請講嘅一個這個細阿妹來到節目當中。其實家屬做一個兩位，就是在這個領域鑽研了，其實有10多年的時間。第一呢，不會達標研究，呀哈結聽呀按多年來轉到苗栗，決定要回到苗栗，開了一間工作室。對，你覺得這樣是因為其實大家在做藝術、學藝術、做學藝術這個領域，其實冇按簡單，沒按簡單的事情。你一路以來發現按到時間啲嘅練習，韓國啲態度是有做過一點事情過後，親民願意轉到苗栗，而且還作為一件動體片的事情，就係你轉到你自家嘅國中、頭屋國中，然後開始到底度有可以的考場，對不對？對。跟大家來分享一下，當初為什麼會跟自家嘅國中有按用嘅課程的連結？其實這也是一個很剛好的緣分啦，因為一直跟母校的主任有保持聯繫，那他一直學校都很支持我，所以就邀請你回去。對，然後這個課程其實叫做頭屋文武課，頭屋的文武課，文武雙全的文武雙全的文武課。因為學校會希望我們這些頭屋出來的子弟啊，可以能文能武。所以就是在這個新的課程裡面，希望有，比如說書法的社團，或者是新聞社、食農社等等，我們可不可以來想想看，這些題材能不能跟客家有聯繫？對，所以我們現在也看到嘅有相片，這些小朋友他們寫的這些字，很多都係客家嘅俗諺語嗎？對。然後在毛筆上或者是硬筆呢，我們就盡量的去設計一些讓小朋友會覺得，好像這樣子結合起來蠻有趣的會想要一方面現在大部分我們玩手機，所以怎麼樣把字寫得好看，也是我們的期許。就是說，今天客語、書法這種文化藝術的東西，跟實際上的寫字，是不是可以有一個一起變好的可能？我都想要送按用嘅課，而且我聽說這個課它的結合是不僅僅是這一堂課就下師，它其實這一堂課裡面還有擺其他的課程在裡面，對不對？對，它是綜合的課程，算是綜合的課程。對啊，就是前面可能會搞同客家嘅就是在地的客家有關係的內容，是這樣嗎？對。然後後面就就是請家修出來，然後再教大家開始乖乖的寫字，這樣子。對，我們這分2個部分。我們曾經做過的是以客語課本好了，就是試過很多，其中一種是前面課程前半段，就是請客語老師專業的那個新傳師然後來教大家怎麼去認識客語的一些詞彙啊什麼的。然後後面呢，我再運用這一些詞彙啊，教學生們寫硬筆字。這是一種方式。這是一種方式。再來就是獨立的書法社團。也有書法社團。我們就是設計一些，比如說諺語。然後跟學生們介紹客語的一些俗諺之後，對，筆法怎麼帶入，怎麼寫，然後寫成作品這樣子。所以其實一開始看到家修有做一件事情，我覺得還蠻意外的，就是我沒有想到，客語課程可以跟下台詩啊，或者是硬筆字這種課程來結合。對，所以今日有講到家修，當然就是如果只講硬筆字跟書法字就太可惜了。有看到現場有非常多家修的這個非常漂亮的作品，我知道也唔單槍是
不只是书法，不单像下台诗听听，他其实有把很多你的心境啊，或者是你想呈现的这些意象，不用多底度，家属同大家来分享一下，也现场嘅作品有哪些係你当想要同大家分享的？我觉得近期对我来说很有意义的是那一张。这一张的文字懒死懒，对，就是懒字。然后这个是有一位艺人朋友，就是大文，嘿。然后大文他开了一个新的 YouTube 节目，叫做大文的移地训练。然后呢，因缘际会之下，他就来到苗栗来找我，我们就有一起去了一些苗栗的地方，他就想要来体验一下写字。对。我们这个字其实没有预先设定好，就是聊着聊着当中，好像写懒还不错，但是又不想要让它太规矩，所以就写了这个懒，这是我跟大文一起写的作品。对，很有趣耶，这个懒就有点歪七扭八，但是又不失美感，你知道吗？很厉害耶！就是因为一个来讲，每一百年我们想到传统的写书法会写的字，感觉就是会写什么福啊、春啊这种，就是一些比较吉祥的字。但懒死一般来讲不是大家写书法会写的字，因为它没有这么以俗语来说没那么正面，就感觉懂懒死啊。那对你自己来说呢？你自己觉得就是懒死呀，这死就是写这个字的时候，你当时的心情是什么？可以懒是福气可以懒也是一种福气。所以其实把心境不用都你下给私底度，也还讲给艺术品底度，还轻松有给一件事情。不过大家看到大家看到也会想到讲，一个艺人呐，会专门来到苗栗要请家修来，就是一起来写书法，就表示苗栗其实家修经营的就是蛮让人家知道的。其实有很多人渐渐的有看到家修嘅成绩，不过大家就会动好奇讲，因为可能伫态度师会有更多嘅机会，可能伫其他的素材会有更多的机会。跟你中马该会想到讲，做很多苗栗，就是你等于说你把你整个据点都移到苗栗了，你的工作室也是在苗栗开，课程也在苗栗，然后也在苗栗的学校来上课。对，中马该会按的给听。其实这也是。我觉得回顾就是蛮多巧合跟机缘的，就是感谢有很多贵人的牵线，所以我自己也很愿意去投入。当时就觉得一股满腔热血吧，我就觉得说，既然我这么喜欢写字这一件事情，然后看到这个现实层面有很多可惜的地方，我知道这件事做起来可能不是这么容易，但是我想要试试看。我觉得你说的现实层面的可惜的地方，我们具体一点跟大家分享好了。其实就是苗栗很少学习艺术的地方，学习艺术的教室或者是领域。我说我小时候好了，不要说现在，因为他可能有他后一滴嘞。你看这个时间，你不要说就是什么科班、美术班，你只要说我们一般的学生，我那片去补习不就算是陶冶心情的学画画来讲好了，你可能能够学习的种类没清少。对，所以我在想，现在在这个目前这个环境，嘎修之后，苗栗的就是大家可以接触艺术的这个领域，有稍微多一点点吗？我觉得有，因为像是去年年底，我参加了一个苗栗第1届的艺术沙龙活动。然后呢，这个主办就是沙龙主呢，他本身也是在竹南有2位。一位是以纯美术，那一位是以舞蹈。沙龙主就邀请我们这些回苗栗生根的青年艺术家。我去到才发现说，原来这么多伙伴呢，就是觉得自己有比较踏实了一点，也会更坚定的说，我做这件事情好像是有一点成果的。所以你当初就是觉得，苗栗比较少这样子的资源，所以你想把这个资源留在艺术流动苗栗。对，就是看自己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努力。其实我觉得蛮挑战自己的但是因为泰嘎对下台是件事情来讲，可能停留在小时候，就是小学，还有一个包包有没有？遇到推耶，底度会用毛笔啦，很高会用那个砚台，还有墨条。对，就小时候大家都会有那个书法包，但是长大之后好像一冲就冇再个拿个毛笔来下台诗。但是其实
这件事情，书法这件事情不仅仅是我们台湾有些，其实在东亚有非常多个国家都有，对不对？它其实也没有这么局限性。是，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除了台湾以外，还有哪个国家有在写这样子的书法艺术？其实书法作为东亚的一个共同的历史，对，我们讲最近的几个国家，比如中国、日本跟韩国，那分这3个国家来说的话，其实呢，像是以中国书法来说，在2009年就有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哇，对，所以它在这个历史上面的一个文化的重要性，其实我们就可以从这里看出来，是大家共同维护的。对，那在它的怎么说呢？底蕴好了，最基础是来自东晋的王羲之。有大家都有听过吧？对，有吧？王羲之应该都有听过，因为他就是一个我们最标杆的性质的书法家。所以以这个基础来说呢，以前的文人啊等等的这个传统沿袭下来，一直到现在这样子。那日本的部分就是他们称书道，我们叫书法，他们叫书道，那为什么叫一个道呢？其实跟他们文化也很有关系。像主持人刚刚有讲到，其实台湾很多人从小有写书法，但是它不是作为一个正式的课程。对，就是学习这个技能的感觉，没错。但其实也不精，或者是说，没有一个延续到长大的感觉。对，因为可能社会的环境下没有这么支持这件事情。但日本的话，它是作为一个正规的课程。对，然后他们写字可能会跪着写。好，这么严肃？对，他们是很庄严的对待书道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对会写书法的人是心里会尊敬的。对，好，所以我们先讲中国、韩国、日本，还有其他国家，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来再继续同大家来分享哦。好，欢迎大家又到到复起来咧，我是综艺圈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邀請到一個青獎嘅細阿妹嘅，佢當喺上暗過佢嘅天愛老七家嘅工作室開到苗栗，搞大家唔單唱寫台詩，包含像係書法美術的專業的領域學科的部分，然後還包含還可以接案幫人家題字，對不對？這些都是你的工作的項目，你的工作的領域範疇。剛剛先用一開始同大家來分享到家修佢做嘅那條事情，還個咩要邀請家修來分享一下。其實書法寫台詩啊件事情，唔單唱喺台灣有，順通還有當到國家都有唱一樣嘅藝術。剛剛有講到中國咧，韓國有講到日本咧，日本係一件非常專門嘅一個工作啊。大家看到寫台詩就是寫書道藝術的人，是會抱持的一個輕尊敬的心。是這樣子的方式來看待。那我們繼續講到韓國的部分。對，但是韓國現在因為寫漢字比較少，所以就是他們現在的圈圈字嘛，可能它還在轉型當中，所以也會把就是我們所謂的圈圈字，把它下周像是書法的方式把它書寫出來。對，好特別哦，好像印象當中。在韓劇裡面會看到有一些招牌是類似用這種書法寫的，對啊，大概是這種感覺，沒錯。但是在早期講到歷史的部分，其實在打戰的時候，那些將軍們文字書信都是用漢字，所以就是同一個繼承都是從中國那邊繼承下來，只是因為現在使用的關係沒有再用漢字，所以在學術上會比較容易看到展覽啊之類的，但是在日常上就可能沒有像日本這麼普及就是專門的一定要寫這樣子。咁台灣咩來講一下好誒？台灣嘅這個書法藝術的發展，台灣的書法其實因為也一樣是歷史的關係，所以台灣很特別，它有很多不同的文化。但是在這樣子的文化上，有一個很好的地方是，我們可以有
很广的心去包容。就像我们可以写客家的俗谚，对，就很有自己台湾的故事。对，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自由的前提之下，做一个尝试跟突破。意思是说，我不一定要写什么题，我不一定要去复刻哪一个文人写的马盖斯，什么就是各种的，我不用一定要套用那个模式，我可以用自由创作的心，一次有创作，去把熊的创作给文思自己的风格，是这种感觉吗？应该说我们从小还是要学习正规的书体，还是要学啦，还是要学啦，对。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现在有很多书法家或者是艺术家会用书法跨领域、跨媒材比如说水墨啊，还是说各种材质的展现，让这件事情有很多的可能性。对，这是比较难得的。对，所以我们其实去把这一个文化当成是一个共同的语言，然后不是竞争，不是比较，是一个大家一起维护的一个文化的话，我觉得这是台湾现在跟其他国家不一样的地方。对，我知道还有一件事情，还我看到家属跟作品，我知道挺特别的是，我们看到有那种即席挥毫，通常都会一个拍头拿模给师傅和榴弹复习嘅一个师傅，一个下台词。不过我看到嘅相片非常赏心悦目，是不一样哦，就是看到家属你其实也有这种懂台步诶很大幅的作品，还有你的先从安用下台词，你也是有很多大幅作品的挥毫的经验，对不对？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像是日本的即席挥毫的那一种，很壮观，然后他们会专注在当下自己。可能凝练自己的专注力，然后去把那一份感觉化成笔墨打出来的感觉。即席挥毫是不是其实很像现场表演？对，其实日本的书道它后面有一点类似表演性质的这个转型，我认为这其实是把一个很传统的东西转得更生活化的一种表现，我个人是觉得很棒的。对，就像比如说我看到的，现在亚哈眼宽豆跟胸片亚哈的苗栗高中也是你的母校，对，是我的母校。这是你在当下做的这个现场挥毫，当狗下一丝黑马盖丝，上面写的是我母校苗栗高中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对，所以就是现场给用时顺后有几多人的给看，大概就是将近1000人这样子。太紧张了吧？对啊，很可怕，你要在这么多人面前按有下丝，你脑袋是有先，比如说想草稿，就想说，要在丝下到那一片那个 V 耶，然后我要拉长到什么位置，这个是你在脑袋里面有事先规划的吗？其实我有事先规划，跟写出来的完全不一样。你看，就像这个，你刚刚拉那个一笔拉去对面那一片的，对，这个是你想好的还是没有想好的？这我很好奇耶。那是我当下觉得好像可以再帅一点，就是脑袋有一个声音想说，想表演一下，就出去吧，然后就甩出去这样子。所以现场挥毫就是会因为。可能损耗给很多，比如说人好了，或者是环境好了，或者是你的心境，会影响到你当下写字写出来的作品。没错。而且你还有看到，因为这是斜斜的放，然后那个墨水还会有点流下来的感觉。对。很漂亮哎，所以这个是到现场，然后去下台时是在学校的什么活动被受邀回去写？这一个是去年的校庆运动会的时候，对，就是在开始之前有一个仪式的感觉，开幕表演。而且就是其实我们现在没有放声音出来，因为如果是有声音的话，它这个是有司仪在讲解的，对不对？对，你们真的是搭配成一个秀的概念。对，就是介绍我的一些背景这样子，然后你们还要彼此互相配合。没错。不是很容易哦。对，所以从暗勇给这个现场即席挥毫作品，也不仅仅是苗栗高中，其实没有其他受采也有受邀去，像是宝山对不对？有受邀参加。那一次也是一个客家3行诗的活动，然后主办就是邀请我说，那我们来写一个奖励宝山。这样子就4个字，然后那个时候我的墨用的更多，让它滴流的很夸张，这样子也是当时觉得
想这么做，其实没有想太多。可以看到那个影片。对，很漂亮哎！天哪，这也是没有先想好的，而且因为那个毛笔字大到你会带点塑蜡的，不然你的手应该会整个是黑的吧？对，它非常的，其实笔锋非常的宽，口径很大，然后毛笔很长，所以很多我想要做出很张力又很不确定性的线条的时候，我整只手要辅助的把那个毛扒上去，对。好漂亮哦！你看，是大家脑袋里面有我想象的那个画面吗？应该平常时看到的真以黑一类拍伏羲的动画图，不要点了，我跟一类肉食不低一下。所以我觉得嘉修可以传承这个文化，传承这个艺术是轻某简单的一件事情。而且不仅仅是这样，我们把传统的东西跟新的东西没有了做给他前一包的每过年嘛，然后嘉修还很贴心，他还寄给我那个仪器嘎出来封包袋，很送我同事，等到同事都有收到。啊，不过像安永的作品可以跟时下的一些品牌或者是一些流行的商业做结合，这也是我觉得嘉修很特别的经验。因为你讲，你同到精品百货公司的品牌都有做合作，然后去他们现场挥毫写春联这样子。对，这个部分其实也蛮特别的。那我本持的初衷就是，除了自己在家练功，书法它需要走出去，要被看见。对，它需要被看见。那今天如果我可以去做这件事情，让书法或者是写字、毛笔字这件事情，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展现出来，它达到的领域有可能小朋友啊，到成年人啊、青少年啊，或是任何的客群，它都可以在不同的环境下知道，原来这件事可以有这么多的发展性，或者是表现的方法。对，所以我就有机会去参加这样子的活动，我觉得蛮好的。对，其实我觉得其实黑某懂某简单的一件事情，因为其实加上我们南昌的比如说社区型的活动，或者是社区的展演中心，苗北艺文中心，要留手菜表演之外，其真也黑黑都懂得台戏呢包货公司，他家潘得拿钱买的各种品牌都有邀请嘉修去做这样子的春联的挥毫，就做一个算是一种联名、一种跨界、一种合作，也是青某简单很够轻难得的一件事情。还有等等内容儿童他来分享，我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个转来。好，非常大家有种的福气来咧，我係仲一群阿群妹，今日節目當中也有請到嘉修來到節目當中來同大家分享自己嘅創作，係用下台詩書法藝術為主。啊，不過其實嘉修嘅專業因為佢係美術科班出身，所以故說其實接觸美術的領域已經有17年。按久的時間，要按多年了，你親民決定用書法、用下台詩來當做你自己想要一次發展，想要集中發展這樣子的一個領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跟我們想象中懂得後美術的人，他們走的領域方向好像不太一樣，對不對？其實這個就要講到我們術科考試的部分。術科考試就是素描啊、水彩、水墨、書法啊、鑑賞啊、創意表現這一些。那書法在這裡面蠻有趣的，它是跟水墨一起叫做書畫一起算。書法呢大概佔了0.3，水墨0.7，就是一起算的。所以其實以美術教育來說，以我自己過去的經驗，或者是我觀察到的教育現場的狀況，其實書法一直都是被邊緣化的情況。我自己會覺得非常可惜，因為我這麼喜歡這個媒材，但是我一路走來，大部分都是不這麼被看好的。而且甚至你的畢製作品也是用大幅的書法來當做你的畢製作品，對不對？對，我大學的發表的作品是長600公分，哇！對，然後就是高度就是1層樓，接近。哇呀！對，因為那時候就會有一種想要爭氣一點的那種感覺。雖然我是美術系，
但是我想要试试看，就我一直都是这个心态，我可以用书法这件事情，我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突破，而且是我自己去做。而且就我觉得现在嘉修的不管是社群网站啊，或者是就是你的，我从网络上看到一些你的作品，比如讲可能有伞夫衣服上面会有书法的，就是你写的书法，或者是你把就是你写字的那些影片，把它用剪接软体把它转化出很适合短影音分享，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样片，我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好透过年轻人的方式去推广这个传统艺术的方法。你有在这过程中找到一些，比如说支持的温暖，或者是一些共鸣吗？其实最初做这一些尝试呢，就是希望透过自己去多方尝试嘛。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有听到很多比如说学生啊，或者是一些前辈啊，或者是同样是在进行这个教学的老师们，一开始的不看好，然后慢慢变成说，其实好像也可以做出很多尝试，所以就会觉得说有点欣慰，但这还是中间的一个过程，还是继续突破这样子。对，所以还在慢慢的突破当中，而且其实雅康斗跟雅思，还有跟我们现场的作品看得出来，其实嘉修好像并没有去定义你自己是什么样的风格。因为我曾经很好奇，刚刚来凤木一的艺术家，我就要问他说，请问你的画是什么风格？你写的字是哪一种字体？好像应该要知道它应该被规范到什么领域。但是嘉修基上的东就同来讲，我其实没有想要定义我自己。对，我觉得作为一个以艺术去作为介绍自己的时候会说自己是艺术家的这一件事情来说，可能这跟我的个性比较有关系。我很喜欢传统的东西，也喜欢创新，但是当我是一个存在的个体的时候，我是希望我保持一个顺流，就是我不喜欢被定义。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好啦，就是我的个性啦。但是呢，嘉修嘅新嘅同佢做嘅事情真运动，从你看大家冇按看好下台时没有这么看好，就是以美术的领域来讲，很多可能你走过的路的一些长辈前辈不一定很看好做书法这一条路，但是嘉修就是想到，我想要证明给大家看，古宋有在行下台时要走书法艺术这一条路，韩国大家可能会知道，可能你会做这样子的领域，你可能要去大都市。他说，没有，我想要回苗栗。故事扭转都没有的，然后经营了这样子的一间工作室，然后做了非常非常多不一样的事情。唐公，你七嘎是把自己的所有时间是塞满满的，你的行程表全部就会摆年美给清空，因为你要做各种不一样的尝试，然后你原本该做的事情，比总共传统的学校教学、美术科班教学，甚至一些简单的陶冶的兴趣的教学，第一美有力给工作是还是持续的在进行。是我现在目前有在2间小学，一间国中，就是我母校头屋国中，然后高中也是母校苗栗高中的美术班，就是都是兼课啦，就是书法或者是美术。好，除了自己的工作室以外，也有跟外面的画室合作。对，但是会塞这么满，是我觉得我需要努力。我知道这个过程会需要付出很多时间，但我就是想要去做。因为如果不做的话，就会停留在想。我们必须要先踏出去那一步，去尝试看看，才能知道它后续带来的效果，涟漪可以散到多远。所以我觉得我像是到处播种的概念，但是我是身体力行的播种。最近做非常非常多事情，包含今日连到节目现场，其实董用心要来准备一个对他来说很简单，对我来讲很难。今日一个笋菜就是为了要衬托它的美好。我们也还要来下台诗，然后我们的规则就是写对彼此给提以英雄，看到的世界。看到哪个世界，哪个新关度第一个熊马街，然后我们现在不能说，我们要把它写出来，然后再送给我，再把爱下给台是送本嘎修，他应该没有想要。
好，献丑啦，是真的是献丑。哎，别这么说，一起玩，一起玩。对，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在小学毕业之后，真紧就懂事卡比了下台诗。我是有想要写春联，但是都写得很丑，丑到不好意思挂在门口的那一种。我觉得这个心境的克服，我们可以带入像日式书道的那种感觉。好，对，就是完全的在这个瞬间跟当下，就不要管啊笔法的话，就看各自的底蕴。但是怎么办？我没有底蕴。好，但是那个气势啊，节目签名的时间，我知道就是儿童太嘎了，以后写书法这件事情不一定离我们这么遥远，好不好？好，我要开始了。偷看。好了好了，好紧张哦！天哪，我敢说这个准呢。而且这是紧张2件事情。哪2件事情？紧张写字，以及紧张要写给你看我对你的第一眼的感觉。好难哦！啊，好丑哦，怎么办？我们是不是不能讲话？可以。可是没有讲话，这样观众会很无聊。不会，看我们写应该蛮有趣。会不会写错字啊？天哪，好丑哦！我的妈呀！哎，我知道有上次认真写诗，我唔记得是用板写哎。会不会？会哎，会呢。我来盖个印章。你有印章，我没有印章哎，我可以用墨水盖一个手指印给你看。那这样也是可以啊，我会收下的。好，等下盖一个手指印。哎，太多了。怎么办？我好像小朋友哦。下台词下到爱呢，因为你看他列下诗的时间，我写到，哎，怎么写到手上去？不是因为我刚刚忘记字怎么写，所以我想要写在手上确认一下字怎么写。好，我觉得今日嘅节目当中，算係本大家再過去回想一遍，自家對於下台詩這件事情，因為上陣愛去講，知道下台詩可能就會停留在小時候一個很困難的作業，但是我沒有想到下台詩這門藝術做得變做暗用嘅作品，做得變做百貨公司的精品的合作，做得變做可能係一輛懂 TP 的sản夫，也有可能是在法國美術館的陳列品。其實這件事情可能係 Internet 冇上過嘅，啊唔過大家會記得，今日有一個藝術家來自苗栗當海上嘅教授，啲嘅親身忙啲嘅做這件事情。对，所以今天很謝謝嘉修來到節目當中，佢寫一個親講嘅講文案，我寫一個動作嘅棒給他。好了，這節目就到這哦。希望各位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等下聽聽欣賞，更好來做運動哦，拜拜。大家知道有節目好看冇啊？我記得啦，我來福喜來嘅免數傾站，韓國啊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咪記得我來傾站聽嘅，韓國也影片嘅連結啦，記得我分享出去哦。